好，来继续来看交通部甲旅游业者合作推出的邮轮环岛跳岛旅行，为基隆港来出发，第一站来到高雄港。游客头一届体验到这个上届新的生活，拢感觉真幸运。讲总共有6个航次，会带来1万外的旅客。高雄市长陈其迈讲，伊有信心会当互高雄的观光产业更加烧热。 游客着小路船，这毋是为国外来的，这拢是伫基隆上船的。即马上流行的假出国，就为坐游轮开始。游轮我伫高雄港，昨透早为基隆出发，过两天就到头一站，准备要游览高雄。这是由交通部甲旅游业者合作推出的游轮环台跳岛活动，要促进国内观光。就出来放松一下。要去哪里玩吗？就奇迹呢？要来高雄哪里玩？旗山老街。 首航就载1000名游客，总共有6个航次，有可能替高雄创造3000万的观光产单。那我们也希望跟国内的各旅行社也能够未来能够把疫情期间的这种邮轮观光把它定型化，能够成为国内的旅游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体验上前的新景点大港桥，暗时陆续上船，继续要去花莲港。各位看看有这么漂亮的港湾，我们致力于把高雄港经营为一个邮轮的母港。 4港3暝游轮跳岛游览，新的算法，业者有信心会使替国内游览带来无共款的成绩，嘛有民众唔免出国，共款会使享受出海的趣味。